哎，你看张子。拿点气，转了三个人，不转那个眼，把他讲过来。上楼啊！你这个你这加上一动了。啊，这山里头有点滚地呢，滚地都走了，那你还不能去啊？是。我这个得子，后面谁叫啊？塞，这个火柴，请讲啊，这里头。俺长得帅啊！